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咱来开摆咱这个三教的秘诀啦，咱这个三教，咱定下日有当时其中定下日用的啦，用的是这个八卦里面咱就讲这八卦里面是真深的嘞，但是新的其中会袂晓乱按啦，对有，摕来安尼跳动起，都唔知。这糖是有几%的糖，咱唔知影。讲起来就是要摕这个按这个八卦啦这个八卦的情形是在真深，你知影无？这有天卦、地卦，伊有阴阳。中央这两个就是太极叫做阴甲阳，阴阳阴阳卦，这叫阴阳卦。八卦来讲分起的道理是真正侪款。后人拍功夫的，用八卦形。后人用算命用八卦形，八卦里面读袂完的但是咱也是平常时人是读袂完。先人要过关就用这个八卦，用这叫三天春啦经过这毛照一个八卦。若是讲平常时人用八卦是普遍的啦，用伊知影讲搬去咧搬八卦是破邪，八卦是破煞，破煞你晓袂？敢若讲有灾难破煞，这个就讲，这间厝向落大路去破煞，向落大龙甲向落经庙，向落学堂较是向落政府人的监督这就是用八卦较是讲有大动事在头前，若袂煞就用八卦甲定这个八卦的作用是安尼破煞，这叫破煞，要忌廉招商呢。咱的经庙忌廉就绝对忌廉是阴阳的忌廉，但是破煞你知影？有只好灵，一只水灵这破煞这本有伊的意思啦咱当今大家来评论啦若是我咧讲若是机动起来的，若是有不善数的啦，伊若是甲你配物件咧，讲按什么，咱就要考虑好势，莫乱按咧我知影讲真侪机动先的较是为别位来的，看命看八卦给你按一个要地雷了啦，真侪叫要地雷的，叫你贪念变大个，派你什么，做什么，实在这个八卦全部风水里面有八卦的咱的这个三教里面有八宝你知影无？八宝等于讲有当时人袂晓用安尼尔一条珠帘本是八宝里面呢一个葫芦啦，一个剑啦一个仙菜啦迄本是八宝里面，所以讲有分八仙，这八仙里面八宝是咱三教有当时有用到的，这一间经就爱叫八宝啦，有叫八仙来斗济，你听有？伊法啦这间经要去爱一个八卦，爱一个叫做讲叫做斗迄个叫斗，迄个土斗迄个叫。这八卦叫做讲这真歹叫，这个名叫做什么斗？但这伫我经中有一只青灵咧教的，所以这间经伊会旺起来，因为青灵真有力好歹个有青灵是安尼，黄灵伫我面顶我先来后尾，所以这个内面风水内面但是对经庙哇，真正侪款，有朱辟啦仙娥啦天灵白虎啦，有这个经庙拢总有真正侪人袂晓，然后各有什么意思？灵花什么意思？当今的人真正少会晓这物件啦。若是显册来看，有安尼物件，中国有社团本真正侪啦一个灵花要破什么这灵月破什么灵是破什么？内面是咩做灵是破什么？唔知影，大家唔知影。一间经起的无遮简单，若是吊针摆，那当今是新时代乱来了啦神明本是讲啦人是无照宗旨天无照家旨，就是安尼款的问题。若讲咱南洋爱文化诚减咧就是安尼款的，无敢若讲这传统做来，金罗本有意思你知影当今咱来讲若是我讲起问神的人真正重要。问神的人，敢若要问代志较青白的人问我真正做代志的。
若是无青梅人敢若讲看情形诶，看安怎道理来相信，你正就是信心诶人，无乱来诶。伊要看基督有正讲诶道理有啊无，若无道理计反啊，这都毋是基督，有通去入28%尔，基督会当调诶。较侪基督吼，贪念明真歹啊，乱歹啦。若是讲这基督是袂晓看风水诶，风水内面要学，这八卦本就要学，有通去乱派。厝内虎打几大诶吼。若是讲平常时人一张虎搭伫门口，伊就讲定家中，互家中顶口定事有影。但是后尾你是毋通打虎咧，迄个是王印牵落诶，王印牵落烧热后尾虎敢丢咧，这是王咧。房间毋通烧热中厅，用烧诶毋通用大，大诶吼对诚无好咧。你若打伤个侪虎人客来吼，反正我即间厝真正袂好势，才有打点侪虎。生气若无相交诶，佫较死哦吼。所以讲咱著要清楚即个咱神明用诶物件，跳堂用诶物件，咱著要注意，有理由较无理由吼，无理由你毋通相信伤侪，毋通互喊诶咧，心头热较知。只要咱我讲听咱人吼，第一条吼，要有善良咧。若讲有善良来讲吼，什么本会过来？逐项代志你问代志吼，问神吼，神也无理由。你有善良诶人，伊本担你3分咧。因为你有善良诶人，有功德高诶人吼，证明即个基督本担你3分。因为基督你要有当时20%、30%、50%，伊神有当时完成这主活也有，有当时是群众活也有。真罕咧讲，有正神活伊真少诶，这是保障正神伫顾世间，料理代志，伊会相信人就对啦。咱讲若有要跳10%诶关帝，要跳1%诶关，不免紧，有安尼怎会灵？因为关帝伊诶兵马太过多，水过就要有经来制世来救世安尼啦，当然咱来讲即个。咱的经庙诶问题，咱就讲互恁听，恁就要注意哦。拢讲叫有意思诶吼，都叫人乱来真正多。我当时看到吼，因为我学道求道，我有看到这老册就对啦。太上诶册，甲八仙诶册，我皆有看到。因为我真我修行了后，学道这个华文文化，我才会晓。我是无啥物读册诶人。在即个疗效，我是南洋人啦吼，在福建起地讲有即个新界代志吼，我已经有40几年了咧，我真少年就是达到即个神的位所以我救世万灵阮师父教我真多，我就修了好声就来坐做。咱当今思维吼，咱若讲无讲出来吼，也是袂用啦。也无做册你要叫我做册我就文武就真少。我讲出来，恁大家若讲对诶，恁甲扣诶，毋对诶，甲忘去就好了咯，对无？若讲师傅吼，迄个是恁无看到讲佢无清楚诶啦。我自然都自然有家己即个灵感家己来，什么师傅我本会知影诶吼，但是讲诶话无相同诶。因为神话吼，每摆看着神话，但是我会知影灵通所以讲一个人安怎样，伊会看我会知影，但是有当时根基我无爱甲拍破。人真侪秘密咧，我袂当拍破。来问代志，我讲几句尔但是要知影根基，我会讲较完。前世甲即世，我本会讲较完；未来过去，我本会讲较完。但是我参考即个言参考了吼。袂当随便乱讲一个人，等会去伤到人明明有做人有啥事做真无好，伊无信念诶，伊甲咱乱人是真正野，你知影野你起性真正野，你知？有诶人若是讲有修心诶人，伊无修心诶人吼，伊会甲你老冤当然咱来讲拢总讲，若讲起即个拜神，什么教拢去烧送。像咱三教会较侪款伊奇怪怪真多，
傳聞我種咱嘅機動唔通去講騙啊，就是咁嘅規身軀嘅學嘅用兩來律講接兩對是在做手嘅咧，世間無樣代志啦，那是調查目睭查身軀袂什麼典當嘅調查，身軀即個目睭真厲害，即五官真厲害，即安尼愛困啊，目睭查為什麼話？要調查一部門，咱講50%就好。有當時調即個沙粒沙粒本就問題啊，咱哪個調沙粒本是目睭查，所以兩款法。若是講即個病人那種活嘅即機動活即機動就無相同，身軀就特別較無相同，即調查。有一種唔會，一種是調沙粒，調到即個叫做棍沙粒棍，人叫沙粒棍有當時有安尼款的。若是講調到安尼款的若是沙粒棍人安尼點安尼目睭袂活，即個若是咱三教來講，即業障業障咧，業障一部門咧。人若是大病叫業障一部門咧。人講佛祖講冤親債主來討啥上影嘅代志咧？冤親債主是真濟款，即有靈嘅咧。當時你講無去做好來行是袂用嘅咧。咱有拜無拜咱但知咱有去做功德來行，伊就是行小了咧。即個小條當時念拜欠嘅，較是即拜欠咱無毋知影。當時念東西來，咩念東西發病咧，也無咩代，這就有淡薄問題。所以我講嘅呢。超過50%相信這個因果報應，你相信？我唔係講100%，50%就好了。當今嘅代，當今時代是電腦時代，你講安尼人會甲咱笑咧。實在三切有影嘅代志。我教囝仔練安尼，我袂當講騙話。我大家我叫囝好咯，我所定我放出去，互大家知影。因果輪迴才真緊，人世報咧，天賜報羅滾愈來愈強，但是咱有這個神明真正做神明，但是這個財神才是真無用咧。咱人這條命若無經過財神來助咱才是袂活咧。你人有感覺安尼咧？最近是不是對無？今日人頭燒離熱，咱來找羅滾，這個雷咧，這財神咱就用伊個力咧，用這雷個力，世界萬物這個雷是講萬靈也是有影啦，但是一部門唔是萬靈咧，一部門莫講萬靈啦功德無正萬靈啦真對。我講這句財神無用咱學天公邊頭就是財神嚟咯，世間第一流行嘅咯，有財子壽咯，有三香就水過來水過去，咱所要得的就有三香但是咱就要做較好，才得會到。天無絕路，一人分淡薄。我有囝無女，有女無囝，袂平均嘅。所以講，咱這個善良就要掠較濟，就要做較真正夠。得會到，得袂到，咱但再有去做，有機會咱去做。女是佚佗嘅，到時攏總去放棄了，毋通看女重，貪念毋通野傷過濟，這個歹貪念真厲害，咱好嘅貪念，無貪念，人講袂大尾袂富，但是咱提好嘅貪念，財神決定幫忙你較夠，還有善良，咱大家做生意都愛貪念，但你好嘅貪念，你生意甲做歹無相同，做歹法嘅咧，貪念歹就無好啦，而且貪念用去真正濟款對無？這個業調身大家就是安尼我當今我勸大家安尼問神是在頭燒離熱問者，伊會甲咱理合清楚。咱有欠淡薄孝，神明會甲咱擔；咱若欠大條的孝，袂甲咱擔。咱講無的啦，講這個業障但是神明會甲咱擔。擔是有時間的，你若無去做好，伊絕對袂保你較夠的。所以人講，哎呦，我做3年真興3年內面你做正大行情，但是真緊就無去這個就是有安尼像的問題，這善良的問題。我做幾十年補念當時，
话一个讲毋知安怎讲会无去啊，迄个就是咱善良无够。咱一人若功德够善良，什么代志拢毋免惊。无论政府官，无论人官，无论是叫劫数，去破一个，这善良，这真理，这心真遐厉害。所以我咧讲吼，拜神咯，就是靠这个心咧做尔，好歹是你家己尔。无论什么教本是安尼款的吼，咱讲啊伤过多本是无意思，心最重要，对无？好好做，莫乱贪念歹莫真正大哦。你若贪念歹吼，佫无善良后尾代志诚多哦，会收衰咧，真多袂收衰咧哦。我当今咧看咱即个世间的钱，即个基层愈来愈多，我甚至袂晓袂记。无立也好，立也好，即个神，但是莫乱做。若是乱做，有为恶不作乱做吼。因果真紧落来，伊毋知影讲因果对了，当然愈来愈紧，人太过多了，毋是变，有人迄是因果来的，你要看情形，毋通乱来，规万各位的地主信士基堂吼，咱大家了解，看有得淡薄好功德，通保咱的后代啦，对无？大家无论平常时人就是安尼款的毋通行哭求，哭念经，哭拜，做淡薄好德，天明才欢喜。那意思讲，万几日就叫爸爸妈妈呢，家己都袂晓做工，就是安尼款的问题，希望大家心野个善淡薄，我逐条路叫恁行好路啦，你是讲有宵夜作做。你物件无福报，逐项嘛有，各位当然希望大家真正辛苦啦，有诶哇，即个世间的变化真多啦吼，咱行什么国就什么国的条件了啦吼，咱就对的条件，哇，当然大家就来甲我讲即个天毋是天意你若有较注意，伊就无法代志发生什么事。咱头前就要注意，后尾较袂有代志啦。希望就是安尼款的。人讲有头就要有尾，对无？所以欠人吼，伊头前做后尾，伊要准备后尾。所以讲大家即个啦，较善良淡薄，较会过什么关，毋通烦恼啦。咱若是真正善良，等去过来，累偌济去，等下搁来转来。财神真爱看有善良的人咯，伊会做伊够。天无绝路，财神本真正好诶咧。无财神，问财神，财神有百几项。各位大家安尼咱来听吼，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吼，事事如意。这风尘本内面我若久了我无讲出来，也是袂用啦吼。感恩感